所以你睇到呢個世界係死喺無知當中，但係問題宗教嘅呢一啲罪人呢，卻死喺心硬唔肯改變嘅當中。佢哋明知，但係佢唔願意作一個改變，唔願意作一個嘅選擇。就好似今時今日我識一啲嘅基督徒，佢明知神嘅同在喺某啲嘅教會嘅，就算我喺溫哥華又見過，喺美國亦見過。我認識啲基督徒，佢明知神嘅同在唔喺自己嘅教會，喺第二間教會，佢都懶得費事揸架車或者行多幾步去一間有神同在嘅教會，因為事實上喺裏邊佢覺得要太多喺人事上啊，或者喺朋友上面啊，甚至工作上面要作出一啲嘅改變。但係佢哋唔肯，呢啲嘅宗教嘅罪人，佢哋嘅心硬同埋唔肯改變，而導致就算佢見到嘅事實，但係佢哋都唔願意去接受。佢哋作一個藉口出嚟俾自己，呢個藉口佢覺得已經係足夠使佢可以唔跟從神。所以你會睇到呢一個就係主耶穌基督佢同以色列人嘅典型嘅關係。所以你要睇到第1章第11節，他到自己嘅地方來，自己嘅人倒不接待他。而呢一個就係我哋見到嘅宗教嘅黑暗啦。我哋睇以賽亞書第5章第20節，禍哉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嘅人。禍哉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通達嘅人。嗱，你睇到呢度佢講到就係咩？就係呢個就係宗教嘅一個問題。如果嗰啲真係喺世界嘅罪當中呢，就好似主耶穌嘅時代稅吏同埋妓女，佢哋知道自己喺黑暗當中啊，而當有人提供光嘅時候，佢會尋找呢個光。好可惜嘅就係呢啲嘅宗教嘅罪人，卻調翻轉嚟講，佢說服自己同埋說服自己身邊嘅人，呢啲黑暗呢係光。我哋係唔會聽到神嘅聲音嘅，我哋係冇可能有神嘅神蹟嘅。主耶穌基督已經唔會再問我哋行任何神蹟啦。佢將呢啲嘅黑暗，呢一啲完全冇神嘅經歷，冇神話語嘅啟示，呢啲咁樣嘅信仰經歷，佢看為光。佢看呢啲先係正統啊，冇醫治先係正統，冇聖靈充滿先至係正統，冇神嘅聲音，冇神嘅啟示，冇神嘅教導，呢啲先係正統。佢將呢一樣嘢去定為光，將黑暗定為光，而將光咧去定為黑暗啦。反而呢啲嘅靈恩啊，呢啲嘅聖靈充滿啊，呢啲講醫治啊，講恩賜運作，我呢啲係嚟自魔鬼嘅咁樣。你會睇到整個嘅約翰福音呢，就係講出法利賽人就係敵擋主耶穌嘅方法，佢將呢一啲嘅光佢話為黑暗，將呢啲嘅黑暗呢卻調翻轉去話係光。所以個結局就產生咗第11節所講，約翰福音第1章第11節，他到自己嘅地方來，自己人倒不接待他。就有呢一啲嘅人，佢知道主耶穌係行緊佢哋不嬲行開嘅路，並且點出另一個嘅選擇。但係問題佢哋刻意嘅、有意嘅去選擇另一個方向，去選擇另一個差啲嘅方向。佢覺得呢一個喺佢哋自己嘅認為情況底下都一樣可以得救。跟住你會睇到下一節就係話第12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嘅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嘅兒女。呢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好大嘅突破嘅答案，因為突然間就即刻刺穿法利賽人或者以色列人都覺得係褻瀆嘅一個路徑。哇，乜我哋可以成為神呢？哇，乜我可以成為神嘅兒女咩？你會睇到佢已經脫離咗神嘅原意幾遠啊！甚至成為神嘅兒女，成為神嘅特質，由神重生我哋呢一啲嘅質素，佢已經都撇除咗成為信仰之外。主耶穌基督佢甚至將呢樣嘢帶嚟嘅時候，佢哋話主耶穌基督去褻瀆神添。你會睇到呢一個係神原來去講出我哋有一個出路嘅，我哋唔係話一班嘅蟲被救贖咗，我哋永恆裏邊咧成為一條蟲喺神嘅面前，唔係，我哋喺地上被救贖嗰剎那就已經可以重生成為神嘅兒女，而並且我哋係擁有呢啲嘅權柄去出生成為神嘅家嘅人。嗱，點為之有權柄去成為神嘅兒女呢？我想你知道，每一個出世喺一個貴族家庭嘅每個細路仔，佢第一樣得到嘅唔係能力，係權柄。我想你知道喺街邊喺一個嘅乞丐屋企出世嘅細路仔，佢冇任何呢啲嘅權利去得到一個皇族裏邊嗰種嘅生活方式啦，嗰種嘅長大啦，嗰種嘅教育啦，同埋嗰個嘅姓名嘅，即係話佢嘅名、佢嘅姓都唔能夠有權去擁有呢個皇族所擁有嘅嘢。但係唯獨嗰啲出世喺皇族裏邊嘅血統，喺皇宮出世裏邊呢啲嘅王子呢，佢一出世嘅時候呢，第一樣佢擁有嘅係乜嘢？係權柄，就係話佢能夠跟呢一個嘅皇帝嘅姓啦，佢能夠跟住會供書教學，佢會有一條個路俾佢走啦。而呢啲全部唔係嚟自呢個細路仔嘅乜嘢能力，係嚟自佢嘅乜嘢？嚟自佢嘅權柄，佢嘅權利嘅。佢長大嘅時候已經有啲僕人等住嚟服侍佢，
佢長大嘅過程當中已經有指定嘅學校、指定嘅先生、指定嘅前面嘅道路去等住佢，全部呢一啲係佢出世嘅時候所受予嘅咩啊？權柄。而呢啲嘅權柄係按住佢一路長大嘅時候呢，佢嘅能力一路加大嘅時候呢，呢個權柄就會一路按住唔同層次嘅演變嘅。佢甚至可能有一日佢會衛冕成為下一任嘅皇帝添。呢度就講到，原來肯定我哋係真係正正式式原裝正版係神嘅家出世嘅。因為呢度講到就唔係話口頭上我哋出世成為神嘅兒女。佢話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嘅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嘅兒女。所以你要睇到，原來每一個喺神嘅家裏面出世嘅人，就好似一個正式皇族血統嘅人一樣，好似主耶穌咁，係擁有權柄去成為神嘅兒女嘅噃。而在乎我哋去唔去運用呢個權柄，我哋在乎有冇按住呢個正軌去長大，而使我哋合法地去攞起繼承呢一個神所俾我哋嘅呢一個嘅約呢？就呢個在乎我哋自己有冇照足呢個標準去做啦。但係問題呢度亦提到一樣好重要嘅概念，你睇下第12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我想你知道呢度更加強調咗好多天主教或者好多基督徒所相信嘅一個錯誤。呢度就話唔係話你出生喺一個基督教家庭，你父母信主你就自然係得救嘅，唔係嘅。每一個人個別都要去接受呢個神。每一個都係個別由你自己經過你個人嘅旨意咧去信佢嘅名字，唔係因為你出世喺呢個家庭當中。我係聽你出世喺一個姓陳姓張嘅家庭當中，你只係有姓陳姓張嘅血統。但係你真真正正想出世喺神嘅家庭嘅話，就係一定要係嚟自你自己個人接受主耶穌成為你個人救主，你願意信佢嘅名字，你先至係可以擁有神所俾嘅呢一個國籍。而呢一個亦係主耶穌喺約翰福音第3章花時間去討論嘅一個題目啦。跟住第13節，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嘅，不是從情慾生嘅，也不是從人意生嘅，乃是從神生嘅。呢度講到從神生嘅更加清楚俾我哋知道啦。神所創造嘅每一樣萬事萬物，聖經清楚講係各從其類嘅。而我哋知道所謂各從其類係嚟自神所創造嘅 DNA。呢個 DNA 基本上係複製咗嗰種嘅動物或者植物嘅生命去俾下一代。你會睇一棵樹，佢唔會生隻雀出嚟嘅，係咪？一棵樹生粒種子嘅時候，嗰粒種子，蘋果樹唔會生個冬瓜嘅種子出嚟，佢個 DNA 係隱藏咗喺粒種子度，所以我哋稱為神嘅後裔或者神嘅種子，係咪？主耶穌講嘅話就稱為種子，係咪？冇錯，你呢啲嘅種子啊，冬瓜嘅種子係會誕生翻冬瓜，但係我想你知道神嘅 seed，神嘅種子咧係誕生翻神出嚟嘅。而事實上，每一樣嘅 DNA 係使到呢一個嘅生命個體長大嘅時候會變成一隻嘅狗、一隻嘅雀仔或者一個人一樣。神嘅 DNA 係藉着我哋信主之後，我哋重生，我哋 born again。冇錯，我哋一出世就係人，我哋都知道我哋呢個係第一次嘅出世。但係點解我哋要重生呢？就好似主耶穌同尼哥底母將會喺第3章嘅時候去討論，佢話：哇，你講重生，唔通我哋再入翻母腹去出世咩？主耶穌話：你根本就唔明我講緊乜嘢，你唔明究竟原來神為我哋預備咗啲乜？原來神真係為我哋預備咗，藉着佢嘅道種，佢嘅 DNA， 我哋願意去接受、去領受神嘅道嘅話呢，我哋都可以被稱為神，我哋都被稱為神嘅兒子嘅。喺聖經裏邊講嘅。換句話講，我想俾你知道，你重生，記住係嚟自你完完全全去接受神嘅話語，而讓神嘅話語從你嘅信仰同你嘅內心產生一個聯繫，改變個功效。就好似我哋講話，我哋唔係當呢本聖經神嘅話係呢啲嘅所謂吉祥物，係咪？將佢擺喺度嘅時候，佢會辟邪。我哋唔係咁睇，我哋係要接受聖經裏邊嘅睇法同埋意念。呢啲就係神嘅思想、神嘅意念、神嘅道種喺我哋嘅內心裏邊去改變我哋嘅內心嘅話，我哋願意接受嘅話，呢個 DNA 就進入。所以換句話講，我哋信主能夠使我哋重生，唔係嚟自我哋嘅野心、我哋嘅自私、我哋嘅私欲，或者我哋爭喺教會當中爭一日之長短，係咪？我哋呢間勁教會，我哋喺裏邊成為最勁嘅傳道人。我想你知道，整個程序當中唔係藉着你嘅罪、你嘅野心、你嘅努力、你嘅仁義呢，係可以使你重生嘅。因為嗰個唔係神嘅 DNA 啊嘛，自私唔係神嘅 DNA 係咪？人嘅妒忌唔係神嘅 DNA 啊，野心都唔係神嘅 DNA 啊。所以我心裏知道有好多嘅教會、好多嘅傳道人或者係侍奉者，都係用呢樣嘢維持喺度嘅。佢哋用呢樣嘢去奔跑，會覺得呢一個就係神所俾佢嘅感動，或者呢一個係信仰嘅憑據。錯啦！
真真正正信仰嘅憑據就係你擁有神嘅 DNA， 擁有呢一種重生嘅生命，你直情係感覺到嘅。呢種素 A 嘅生命就好似使到一個樹枝變一隻蜻蜓一樣，使一嚿石頭變成一隻嘅動物一樣。你會睇到係完全唔同嘅，你會完全係俾神嘅能力、神嘅帶領、神嘅標準同埋神嘅檢定喺你嘅生命當中咧，去幫助你成長嘅。呢個就係神嘅話語所喺我哋嘅生命當中所產生一樣好特別嘅嘢。所以你要睇到呢個第13節對比佢話，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嘅。記住，從血氣生嘅人，嗰個人你知唔知佢侍奉將來會變成點樣啊？佢變成一個屬血氣嘅基督徒。佢不是從情欲生嘅。呢個人可能係因為一啲嘅情欲嘅緣故翻到呢間教會，做為咗追女仔或者追男仔，或者希望擴展自己嘅社區生活，甚至有着數翻嚟。咁你知唔知道，如果從情欲生，有情欲嘅 DNA， 呢個人將來會點啊？佢成長之後，佢係隨從情欲嘅。佢也不是從仁義生嘅。所以你要睇到，如果呢個人係因為仁義底下係翻到呢間教會嘅，唔係從神嘅 DNA 所生嘅，咁你就明白點解呢個人係將來唔會有神蹟，唔會聽到神嘅聲音，亦冇能力勝過佢罪。呢個典型你見好多教會都係有呢個問題啊。原因就係話，原來好些嘅所謂信主嘅基督徒係從血氣生啦、情欲生啦，同埋仁義生嘅，所以變咗佢哋解得通噶。佢哋嘅教導係啊，呢間教會冇神蹟噶，神都唔會再行神蹟噶啦。呢一啲已經係過咗噶啦。呢個時代，神嘅話語唔能夠幫助我哋做呢一啲，唔能夠幫助我哋做嗰啲。因為點解啊？因為根本佢哋完全冇神嘅血統喺裏邊啊嘛，佢哋冇神嘅兒女嘅血統喺裏邊啊嘛，佢哋冇話勝過罪，佢哋冇話可以勝過世界嘅環境，佢亦唔能夠產生神蹟或者係相信奇蹟喺佢嘅生命當中產生。佢話呢啲人呢係乜嘢？最尾話乃是從神生嘅，就好似主耶穌一樣。你會睇到係從神生嘅話，佢誕生出嚟嘅能力係幾咁大？明唔明啊？仍然我哋嗰句就主耶穌嗰個離開呢個天上嘅時候，係放棄晒一切嘅，包括佢嘅能力、佢嘅尊榮，佢每一樣嘢。佢誕生喺馬槽嘅時候，係同所有嘅小孩子一樣，係經一個母腹而誕生出嚟嘅，而佢亦係由嗰度成為佢嘅開始。所以你會睇到，當佢係被受浸，然後聖靈充滿之後，佢先至行第一個神蹟。所以你會睇到，佢同我哋一樣，佢30歲先行第一個神蹟。我話聽我自己行第一個神蹟嘅時候，我都係19、20歲啦，我仲早過主耶穌。你會睇到，唔係因為我叻過佢，係因為主耶穌同我哋一樣，佢係照翻人嘅呢一個嘅步驟，一步一步得佢嘅恩膏，然後行佢嘅神蹟。而按住神所俾佢嘅時候，30歲嘅時候，佢開始出嚟侍奉。所以你會睇到點解約翰福音第2章嘅時候，雖然佢有行神蹟嘅能力，但係佢媽媽叫佢行神蹟啦，然後佢同佢媽媽講話喺第2章第4節，呢就點解主耶穌覺得講呢句說話？佢係啱啱受浸咗，佢有聖靈嘅恩膏，佢隨時可以行神蹟，但係問題未到佢嘅時候，佢行神蹟嘅時候都係由神去指定嘅。所以呢個就係去到30歲之後，係一定受浸之後、受膏之後。因為點解啊？因為佢要成為我同你嘅榜樣啊嘛。而事實上，我自己喺18歲嘅時候已經聖靈充滿噶啦，所以我一樣係受膏嘅。而19歲嘅時候，我開始去經歷我自己嘅祈禱啊，呢啲嘅神蹟。你所以第4節話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什麼相干？我嘅咩啊？時候還沒有到。所以你會睇到呢個就係主耶穌成為我哋一個好明顯嘅榜樣，就佢能夠擁有嘅一切嘅嘢呢，其實我哋都可以擁有嘅。佢係我哋一個典型嘅榜樣，就係從神而生嘅一個榜樣。約翰福音第1章第14節，道成了肉身，支搭帳幕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嘅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嘅榮光。你會睇到呢一度就講到關於神嘅表達、神嘅話語、神嘅道去成為肉身。你會睇到呢一個係一個好明顯嘅一個嘅演變，去顯示俾我哋睇到，如果神活喺呢個地上，有翻我哋一切嘅限制。我講嘅係一切嘅限制，係一切所有嘅限制，即係包括佢擁有咗就係話呢個身體嘅疲倦啊，呢個身體係會死啊，呢個身體係要食嘢啊。而呢個身體係冇能力、冇恩膏啊嘅情況底下，佢會點做？而實際上你會睇到道成了肉身之後呢，佢支搭帳幕在我哋中間。而當佢支搭咗帳幕在我哋中間，支搭神嘅會幕喺我哋嘅當中啊！即係換句話講，原來主耶穌基督佢顯示示範俾我哋睇到，原來佢嚟到呢個地上嘅時候，當佢乜嘢都冇，佢開始翻擁有翻神所賜予俾人類呢啲嘅能力同埋祝福嘅時候呢，佢第一個步伐就係佢建立佢嘅信仰。跟我講建立佢嘅信仰。而我哋講過咧，支搭會幕就係建立信仰啊嘛，代表咗係咪？而跟住佢顯示俾人睇就係佢充充滿滿有恩典有真理，而並且擁有神父獨生子嘅榮光。
我哋嘗試睇下提摩太前書第3章第16節，佢話大哉驚奇嘅奧秘，無人不以為然，就是神在肉身顯現，被聖靈稱義，被天使看見，被傳於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榮耀裏。你會睇到呢個講到關於主耶穌基督，係咪？你會睇到主耶穌嚟到呢個地上嘅時候，首先佢降生，佢拎起呢個肉身，而佢拎起呢個肉身，我想你知道，佢唔係成間神降落呢個地上，中意做啲乜嘢都得。如果係咁嘅話，我同你都學唔到。佢唔係天使降臨，以天使嘅身份降臨嚟呢個地上，然後做佢要做嘅嘢。如果係咁，我同你都學唔到。佢嚟到呢個地上，佢成為一個嘅血肉之軀，而甚至佢仲喺我哋嘅面前一步一步喺信仰上面，甚至可以話比好多人行得慢添。佢30歲先至行神蹟。我哋聽撒母耳喺舊約聖經更加早行神蹟啊！你知唔知道？佢幼童嘅時候已經係行神蹟。耶利米啊，好多呢一啲佢哋喺20歲之前已經係成為一個嘅先知去行神蹟。但係主耶穌基督喺30歲啊先至開始行佢第一個神蹟。而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佢成為肉身之後，佢藉着呢個會幕嘅方程式，佢俾我哋睇到信仰係點建立，能力係點建立，神嘅恩膏係點建立，聽神嘅聲音係點建立，侍奉神係點樣建立，每一步都俾我哋清楚睇見。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得到恩膏係因為藉着佢點樣啊受浸咯，係講到佢點樣成為一個祭司啊，就係佢過到呢一個所謂洗作盤同埋銅海嘅經歷咯。所以你會睇到呢個會幕方程式，主耶穌基督顯示咗幾樣嘢嘅。第一樣嘢就係咩呢？就係話主耶穌基督佢用佢嘅一生啊，去示範佢點樣成為呢一個嘅祭物。嗱，你會睇到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咩呢？就係原來主耶穌基督佢用佢一生去示範呢一個嘅無罪羔羊啊。我哋嘗試睇下約翰福音第1章第29節。次日，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裏，就說：看啊，神嘅羔羊，除去世人嘅罪孽。我想你知道呢個所謂神嘅羔羊呢，主耶穌基督佢用佢一生啊，話俾我哋聽邊一種嘅生活，邊一種嘅信仰，邊一種嘅內涵，邊一種嘅信心係可以成為神毫無瑕疵、玷污皺紋嘅祭物。你要記住舊約嘅祭物呢，係完全唔可以有 spot and wrinkle 嘅，即係話係唔可以有任何嘅瑕疵嘅，佢唔可以有任何嘅殘疾嘅。主耶穌基督佢就係示範咗成為一個冇瑕疵嘅祭物咧，去俾我哋知道我哋可以效法佢成為活祭，因為佢就係自己係一個活祭嚟嘅。嗱，你會知道啊，主耶穌成為祭物，按照希伯來書講係一次嘅行動，記住啊，一次嘅行動啊，佢成為祭物係一次嘅行動，希伯來書講。但係成為無瑕疵嘅祭物就需要係一生嘅行動。主耶穌基督係未犯過罪嘅，佢係冇瑕疵嘅。嗱，羊你又揾到佢天生佢冇瑕疵咁樣咧。但係問題人呢，要成為喺神嘅面前完全無罪嘅話呢，主耶穌基督就係一個好好嘅榜樣啦。所以主耶穌基督唔係祭物咁簡單，佢唔係人嘅祭物啊，佢係神嘅羔羊啊，佢係一個無瑕疵嘅祭物，佢係一個活祭嘅一個榜樣，佢俾我哋知道。所以主耶穌基督活喺一生嘅時候，佢真係用佢一個無瑕疵嘅信仰一生呢，同埋內涵呢，侍奉方式呢，去示範俾我哋睇到乜嘢叫做完全無瑕疵嘅一個祭物。佢真係佢喺我哋面前建立咗一個會幕。佢喺呢個會幕當中，佢成為建立呢啲嘅家私嘅經歷，佢自己成為個祭物，並且佢亦成為嗰個祭司。咁而事實上，另外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咧，佢亦喺我哋面前咧去示範呢個會幕嘅方程式啦。嗱，會幕方程式就直成咧，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佢做嘅每一樣嘢咧，去剖析翻會幕嘅家私同埋會幕裏邊嘅每一個節期咧係點解嘅。你會睇到喺約翰福音成個事件內咧，曾經講過好幾次啦，就係主耶穌基督每一次嘅行動咧，都係跟住一個節期嘅，每一次都係噶。所以你會睇到喺約翰福音第2章咧，主耶穌基督話唔係我嘅時候同佢母親講，但係跟住喺第2章第13節，猶太人嘅逾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你會睇到呢一個係主耶穌基督係按住節期去做嘅。嗱，你會睇到咧，主耶穌基督係示範咗，除咗第一就係一個無瑕疵、玷污皺紋嘅祭物之外咧，第二咧，佢示範咗俾我哋睇到一樣嘢，佢係點樣跟住神嘅時間表咧去做每一樣嘢嘅。而事實上佢嘅教導又好啦，每一樣又好啦，都係有指定嘅方向同計劃嘅。我哋差唔多2000年後而家咁樣去解釋、去理解，先至慢慢去知道。我想你知道喺過去500年當中，好些人係冇辦法知道約翰福音其實係點解嘅，甚至一啲所謂著名嘅基要釋經家係將約翰福音全個次序搗亂晒，重新再排過嘅。因為咧佢話個次序有問題，啲神蹟咧唔應該咁排嘅。
哇！但係問題你一排就錯嘅，你因為約翰福音係好強調嗰個時候噶嘛，係好強調主耶穌咧係最尾嗰3年半係點樣守佢呢幾次嘅節期噶嘛，最尾嘅3次逾節係點守，最尾嘅3次嘅住棚節係點守，佢裏邊全部都有講過噶嘛，你知唔知道啊？所以一次又一次，其實我哋唔能夠將呢個搗亂嘅，但係啲人去將佢調亂晒，原因係乜嘢？因為事實上佢實在太深啊，約翰福音用最顯淺易明嘅字，但係講出最深嘅理論。所以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原來佢係照足晒神嘅計劃同埋步伐去建立佢個信仰嘅。而事實上我哋所講嘅建立我哋嘅信仰就係建立會幕所預表咗啦，係咪？所以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係按住神所俾佢嘅步伐啦、時候啦、日期啦，佢點樣去進行佢侍奉啦。佢呢3年半當佢受浸咗之後呢，3年半究竟佢嘅侍奉生活係點樣度過呢？咁你就會睇到原來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應該點樣度過我哋嘅平信徒生活、同祭壇嘅生活啦，同埋侍奉嘅生活係點樣建立嘅？呢個就係我哋講過，就係我哋要過到呢個同祭壇之後呢，我哋要過呢一個嘅洗作盤，過呢個嘅銅海，我哋進到呢個聖所裏邊就係我哋嘅侍奉生活啦，係咪？就係一個祭司嘅一個侍奉生活啦，係咪？所以你會睇到主耶穌基督喺呢個侍奉生活當中，我哋睇到佢真係能夠同神相會，就好似會幕所預表嘅，係咪？佢擁有神嘅同在，並且唔單止，並且能夠擁有神所俾佢嘅權柄。我哋睇到佢過到呢個真嘅天上嘅會幕嘅。但係因為主耶穌基督係用佢有限嘅人生去做到呢樣嘢呢，其實佢揭示俾我哋睇到，原來我哋有限嘅人生係可以做到啲乜嘢。主耶穌用3年半所做到嘅嘢，俾我哋知道我哋用我哋一生其實可以做到啲乜嘢。因為主耶穌基督佢擁有呢個身體，擁有呢個嘅人生嘅時間去建立呢個會幕，同我哋一樣啊！我哋都係擁有呢個身體，擁有呢個限制，擁有呢個人生，我哋可以建立啲乜嘢呢？主耶穌基督係被呢個地上嘅年歲限制佢嘅，但係問題你會睇到佢誕生成為人，佢被呢個地上嘅年歲限制佢，地上呢一個人所擁有嘅一切嘅限制。佢自己嘅國籍嘅限制，當時政治嘅限制，喺咁嘅情況底下，你會睇到佢能夠做到嘅程度。而事實上喺馬太福音第28章第18至20節呢，佢亦講呢樣嘢。佢話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乜嘢啊權柄，好明顯主耶穌基督係上到神嘅法庭啦，係咪？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門徒，奉父子聖靈嘅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嘅末了。所以你睇到主耶穌基督佢所有嘅呢一啲人生嘅榜樣咧，係其實成為我哋自己好好嘅一個效法嘅對象嚟嘅。因為主耶穌基督係示範俾我哋睇，我哋能夠做到啲乜嘢。所以你會睇到佢話：你哋成為我門徒咯。我哋個個都知道噶，一個所謂學師仔跟嘅師傅係學乜嘢啊？學師傅最叻嘅嘢咯，學師傅想教我哋嘅嘢咧。你會睇到佢話：你幫我收呢啲嘅門徒。你幫我製造呢啲嘅門徒，然後凡我所吩咐嘅，你哋都教訓佢哋遵守。主耶穌都教我哋幾多嘢去遵守啊？除咗佢教我哋關於律法上邊嘅義，愛人如己，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去愛神，佢亦教我哋去醫治，教我哋去趕鬼，教我哋去行神蹟噶噃。你會睇到主耶穌講話，佢所做嘅我哋都要做噶噃，呢啲係佢嘅教訓嚟噶。好明顯，而家我哋嘅師傅啊，係教緊啲乜嘢俾我哋啊？就係點樣喺呢個地上成為神嘅兒女咯。主耶穌都係神嘅兒子，而佢係我哋嘅師傅，我哋係佢嘅徒弟，稱為門徒，係咪？而佢要教嘅係要我哋成為神嘅兒女。約翰福音第1章已經咁講啦。但係你睇下今時今日教會做緊乜嘢，係咪？你睇到好多基督徒甚至講話：哇！你話自己係神嘅兒女，你話我哋都係神，你褻瀆神啊！你諗下佢能夠講出呢啲嘅說話，而主耶穌都叫我哋去遵守佢教訓我哋嘅嘢，你諗下幾恐怖，係咪？嗰個差距係幾咁大？明明主耶穌都係我哋嘅師傅，我哋係佢嘅門徒。而我哋不斷去塑造呢啲嘅門徒係遵守主耶穌所教訓嘅說話，但係點解我哋可以變成而家嘅基督教呢？所以你會睇到主耶穌喺佢在世嘅日子呢，佢圍繞住呢個會幕所做嘅嘢呢，全部都係真人真事嘅 action 嚟㗎，係點樣用佢嘅生命，用佢嘅時間去喺我哋嘅面前去成為神嘅一個真真正正嘅祭物，同埋一個建立信仰、建立會幕嘅一榜樣。